走廊盡頭的鎏金壁燈將兩道影子拉得細長，像兩柄即將交錯的刀。空氣裡浮動着香奈人5號與祖馬龍海鹽的餘韻，本該是巴黎時裝週後台常見的味道，此刻卻形成了某種易燃氣體。王菲的指甲磨耳挖過手包金足扣，發出極輕的嗒聲，那聲音在寂靜中格外清晰，仿佛某部默片開場的節拍器。張柏芝倚着羅馬柱，指尖纏繞着一縷垂落的碎髮，眼神卻不直射向對面那張被媒體稱為高級臉的面孔。他們之間隔着3米的大理石地面，光可鑑人，倒映着吊燈水晶最搖晃的碎光，宛如一局無人能解的棋盤。誰也未料到，接下來20記耳光會如此清脆地炸響，每一聲都像玻璃珠砸在玉盤上，帶着某種近乎旋律的節奏感。那些巴掌落在臉頰、肩頭，甚至揮空時擦過牆壁的悶響，讓原本在轉角咖啡機前磨豆的謝霆鋒猛地抬頭，咖啡杯緣的奶沫仿出一圈漣漪。他後來用4個字形容那個場面，比劇本船震撼。可當時他只能捏着銀雀，看那兩具被光影切割的身體如何以肢體代替言語，將10幾年的糾葛濃縮成一場暴烈的雙人舞。這並非八卦週刊渲染的爭風吃醋，更像兩位頂級演運在生活舞台上即興排演的一出荒誕劇，每個動作都有跡可循，卻又超出所有編劇的想象。王菲煽動的手，準確地說，是她以後那枚月亮形鑽石以最先仿了仿，折射出的光斑恰好掠過張柏芝眼瞼，像某種無聲的挑釁。緊接着，第一聲脆響就劈開了凝滯的空氣。張柏芝的左臉微微一偏，髮絲揚起又落下，她卻笑了，嘴角的弧度讓謝霆鋒想起他們拍《無極》時他飾演的傾城，那種帶着淒厲天真的表情。他沒有還手，只是往前邁了半步，高跟鞋跟在大理石上扣出沉悶的篤，然後抬起右手，用指節緩緩撫過自己發燙的皮膚，仿佛在確認疼痛的質感。第二記來自王菲，這回是反手，掌心帶着戒指的令線，擦過張柏芝下頜線時留下一道尖尖的白痕。旁觀的工作人員後來描述，那聲音像有人把整串珍珠項鏈甩上鋼琴低音勾，餘韻裊裊。張柏芝終於抬起手臂，卻不是格當，而是解開自己腕上的紅繩手鏈，任它輕飄飄落在地上，那動作輕柔得如同放下怎麼重擔。第3下、第4下幾乎同時響起，王菲的右手和張柏芝的左掌在空中相遇，拍擊聲重疊成一聲更厚的頓響，震得壁燈流蘇速速發抖。他們開始移動，像兩尾被月光驚擾的魚，繞着那根羅馬柱打轉。王菲的闊腿褲掃過地面，發出絲綢摩擦的沙沙聲，張柏芝的流蘇裙擺則甩出凌厲的弧線，偶爾纏上王菲的褲腳又被瞬間掙開。耳光不再局限於面部，有的落在鎖骨，有的擦過肩胛，甚至有一記拍在王菲護住胸口的手臂上，震得她腕表連節叮當作響。每一聲脆響都對應着某種情緒詞彙，第5記是委屈，第6記是不甘，第7記帶着顫音，第8記則乾脆利落得像斬斷雜麼繩索。謝霆鋒從咖啡機旁走近了幾步，手裏的杯子已經傾斜，黑色液體沿着杯壁慢慢爬升，他卻渾然不覺。他看見張柏芝在承受第9記時忽然踮起腳尖，仿佛要借力躍起，而王菲在揮出第10記後踉蹌半步，右手垂落時微微發抖。空氣裡開始混入細微的喘息，那些聲音比耳光更讓人心悸。第11記發生了微妙變化，張柏芝不再被動承接，而是側身讓王菲的掌縫擦過耳際，同時自己屈爪反擊，指尖點在王菲腰側，力度輕得像在彈去一粒灰塵，可王菲卻後退了，眼神裡閃過一絲難以名狀的驚愕。第12記開始有了對話性質，你一下我一下，間隔拉長，像兩個棋手在長考後落子。他們的面容早已被緋紅覆及，可眼神卻越來越亮，仿佛那些疼痛反倒激活了怎麼沉睡的東西。第13記時，王菲的鑽石耳墜終於飛退出去，在空中旋轉着挖過一道銀弧，落進牆角香檳塔最頂端的杯子裡，激起一圈細小的氣泡。張柏芝的目光追隨着那耳墜，手下卻不停，
第14記精準地落在王菲嘴角，那裡立刻泛起血絲，可王菲竟伸出舌尖輕輕一舔，那動作帶着某種近乎妖異的從容。走廊盡頭的掛鐘開始報時，沉悶的鐘聲裹着第15記掌擊，讓所有在場者的心臟同時縮緊。第16記來自張柏芝的左手，他是個左撇子，這一下力度遠超之前，王菲整個人撞上牆壁，畫框歪斜，玻璃裂開蛛網般的紋路。可王菲立刻直起身，用肩膀頂住畫框，同時送出第17記，掌心貼着張柏芝的顴骨滑過去，像在撫摸一件易碎的瓷器。第18記響起時，兩個人都停了半秒，仿佛在傾聽那聲音如何在走廊裡折返、疊加、漸漸消散。第19記是由張柏芝發起的，但他中途收力，五指張開，最終只是輕輕按在王菲肩頭，那姿態竟有幾分像擁抱前的預備。第20記也是最後一聲脆響，沒有人看清是誰先動作，只見到兩隻手在空氣中相遇，十指交扣，啪地拍在一起，然後同時落下，垂在各自身側。走廊忽然安靜得能聽見水晶燈吊墜相互撞擊的細響，以及遠處大街上傳嚟的汽笛烏煙。謝霆鋒手裡的咖啡終於潑出幾滴，落在他白襯衫袖口，暈開深褐色的圓斑。可他低頭看着那污漬，忽然覺得這顏色像極了舊照片的底色。整個過程中沒有人說話，那些耳光就是全部台詞，帶着各自重量的詞彙，有的尖銳如短促的元音，有的沉頓如閉合的輔音。如果仔細分辨，能聽出第1記到第5記是疑問句，每一聲都挑起尾音；第6記到第10記是感嘆句，帶着不容置疑的驚嘆；第11記到第15記變成了祈使句，透着命令與懇求交織的複雜情緒；最後5記則是省略號，每一聲都拖出未盡的餘白。他們的身體語言更豐富，王菲的左肩始終微微前傾，那是長期演唱形成的姿態，仿佛隨時要對着麥克風傾吐心聲。張柏芝的脊椎則保持芭蕾舞者的筆直，即便在挨打時也不曾彎曲，那是她少女時代練功房留下的烙印。兩人移動的軌跡在地面畫出類似太極圖的曲線，陰中有陽，陽中藏陰，某幾個瞬間甚至像在共舞一支探戈。只是這探戈的節拍由耳光敲定，牆上的畫框終於承受不住震動，咔嗒墜地，玻璃碎片四濺，其中一片劃過謝霆鋒腳邊的地板，留下白色劃痕，像某種即興書寫的標點。他想起很多年前在王菲演唱會上，他也曾這樣摔過麥克風架，金屬撞擊地板的聲響讓沙漠觀眾同時屏息。又想起張柏芝在片場發脾氣時摔過的劇本，紙兒紛飛如白蝶。可此刻的一切遠比那些更具衝擊力，因為沒有任何角色替他們承擔情緒，他們用的是自己的臉、自己的掌心、自己的痛覺。第19記之後那短暫的停頓裡，王菲喘着氣說了句怎麼，聲音吸輕，似乎只有張柏芝能聽見。後嚟句在長唇與專家解鬥，他說的是你瘦了。而張柏芝微不可察地點了點頭，眼角有怎麼晶瑩的東西一閃，被壁燈影成小小的彩虹。第20記響起前，兩人的嘴唇同時一動，仿佛要念出某個共同記憶裡的句子，但最終只是化作掌風相擊。那些脆響漸漸沉澱下嚟後，走廊裡浮起某種奇異的寧靜，像暴雨過後的山林，每片葉子都在滴水，卻聽不見水聲。謝霆鋒終於放下咖啡杯，杯底接觸托盤時發出輕響，那聲音在此時顯得格外突兀，讓兩人同時轉頭看他。他張了張嘴，原本想說的可能是停下或者夠了，但最終吐出的只有那4個字，聲音很平，卻帶着某種金屬般的質地，在空氣中陣戰苦久。4個字落下時，王菲彎腰撿起了地上的耳墜，用指腹擦去上面的咖啡漬。張柏芝則拾起紅繩手鏈，重新繫回腕上，打了個更緊的結。他們的動作同步得詭異，仿佛經過千百次排練。走廊另一頭傳來腳步聲，是助理和安保人員終於趕到，卻被眼前的靜止畫面釘在原地。3個人的站位構成一個不等邊三角形，謝霆鋒站在短邊終點，2位女士分據牆邊兩端，地上的玻璃碎片在燈光下閃爍如星途。
而他們之間的空氣裡，旋遊蕩着那20記聲響的幽靈，一圈一圈擴散，撞擊在牆壁上又反彈回來，漸漸弱化成只有敏感神經才能捕捉的嗡鳴。事後有人用7星軟件分析走廊監控的音頻，發現那20記耳光分別對應着不同的頻率波段，最低的接近大提琴之弦，最高的幾乎達到海豚音區域。若將它們按順序播放，竟能拼湊出一段近似他們哈巴涅拉舞曲的旋律。這個發現讓許多樂評人興奮不已，他們試圖將每記掌擊與王菲某張專輯的曲目對應，或是與像柏茲出演電影裡的配樂片段掛鈎。可那些分析終究只是紙面遊戲，真正在場的人記得的是別的東西。謝霆鋒說出那4個字時，嘴角有一絲若有若無的上揚，不是譏嘲，也不是釋然，更像是讀到一本舊書結尾時發現所有伏筆都得到呼應的那種滿足。而王菲與像柏茲在那一刻交換的眼神，被現場一位攝影師用長焦鏡頭偶然捕捉到。照片裡兩人的目光在謝霆鋒身側上空交匯，既不敵對也不親昵，像兩條曾交匯又分離的河流在地圖上再次靠近，卻已隔着沙漠與平原。這幅照片後來被命名為20次呼吸。在威尼斯雙年展上展出時，策展人的注釋寫的是肢體師學的極限樣本，可謝霆鋒看到後只是搖頭，說那就是生活本來的樣子，被加速到了而已。那4個字在社交媒體上發酵成各種版本，有人說是荒謬絕倫，有人猜是真情流露，甚至有人編造出劇本太差這樣的衍生。但據當時站在他3步之外的造型師回憶，謝霆鋒的原話其實帶着嘆息的尾音，4個字連逗起來更像一句委嘆，而非評判。他襯衫上的咖啡字後來被設計成某潮牌的限量圖案，命名為走廊之神，售價不菲。可他自己始終穿着那件帶斑點的舊襯衫，出席活動也不被毀鏡頭。王菲的耳序被修復後，他把她送給了竇靖童。據說童童帶着他錄完了整張新專輯，每首歌裡都能聽到極細微的金屬晃動聲，粉絲們稱之為母親的節拍。像柏茲的紅繩則被他剪下一段，編進了2個危子的手鏈裡。有人問他寓意，他只說是提醒自己記得柔軟。那根羅馬柱後來被劇組拆走，重新安裝在某個藝術展的入口，供觀眾觸摸上面的劃痕。有心理學團隊專門研究過那些深尖不一的印記，得出列倫說人類情緒完全可以通過物理痕跡流傳。而那20記脆響的真正含義，或許藏在更日常的細節裡，比如王菲此後演唱《約定》時，每到間奏部分都會下意識摸一下自己的左下。比如像柏茲在綜藝節目裡聽到突然的掌聲時，佢跳件反射似的片頭。比如謝霆鋒現在做菜時，切蔥花的節奏總是穩定的20下，不多不少，然後才打開鍋盒。走廊裡發生的一切早已結束，可他的回聲旋在無數個角落延續，像投進湖心的石子激起的漣漪，總要很久很久才能觸及岸緣。人們熱衷於討論誰贏誰輸，誰先誰後，卻忽略了那本質上是一場共同的創作。2位女主角用最原始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徹底的溝通，而謝霆鋒的4個字則是最好的影評，因為他讀懂了那些耳光裡的潛台詞，沒有怨恨，沒有控訴，只是2個同樣倔強的靈魂在尋找某種超越語言的公約數。當最後一聲脆響消散在通風管道裡時，走廊恢復了它作為建築通道的本來面目，光潔如新，仿佛雜麼都沒發生過。可所有在場的人都知道，就在那短暫的幾分鐘裡，某種比劇本更高級的東西確然上演了。它不需要剪輯、配音或特效，因為它本身就是最鋒利的真實。後來偶爾有訪客路過那條走廊，佢在某個寂靜的午後聽見隱約的啪嗒聲，像是水滴，又像是遠方節拍器的回響。可低頭看去，地面乾燥，天花完好，只有壁燈裡的飛蛾撲擰着翅膀，把影子投成斑駁的舊膠片質感。那些聲響終於融進了建築的骨骼裡，成為他與尋常走廊勾別的唯一標記。謝霆鋒再沒對人解釋過那4個字的確切含義，只是在某次深夜廚房直播中，切完20段蔥花後，對着鏡頭輕輕說了句有時候劇本寫不出的，巴掌能寫，然後關掉鏡頭，
留下悶平彈幕像20記無聲的驚嘆號，久久不散。